係咪好嘅產品就會好賣呢？錯。大部分好多人咧都專登代理一啲產品啊，或者自己製造一啲產品，佢覺得咧好嘅產品咧就會好好賣，甚至乎有啲咧就話產品會講説話，有啲話有麝自然香，我啲嘢係好嘅有人介紹，冇錯，可能你個好嘅會慢慢有人介紹，但係要等到佢介紹嘅時候，可能你嘅企業咧已經係死咗㗎啦。真正我哋做生意要注意嘅產品嘅本身一定係必須要好，但係好嘅唔等於好賣嘅，我哋必須係講緊引流。而引流呢兩個字，我哋有千萬種唔同嘅方法喺往後嘅日子咧可以教大家。但係做生意你唔諗前端，你只係諗住花一啲時間諗住我點樣做好啲服務啦，我點樣改良啲產品啦。咁我就去問你啦，咁人流係點樣嚟嘅呢？你必須要懂得可能用 social media 啦，用地推嘅方式啦，用社交嘅方式啦，用商會嘅方式啦，或者用任何嘅推廣嘅推動方式咧，令到入口嘅人流一定要夠嘅。引流可以用產品引流、服務引流、免費引流、電子書引流、傳播引流。總共有36種嘅方法嘅。依36種嘅方法引流咧，就係令到啲客戶因為你某一樣嘅特性而吸引咗入嚟，然後你先至可以咧將你自己嘅產品去賣出去，或者將你嘅服務咧傳播出去嘅。所以有時候咧，如果我哋做生意唔知道咩叫引流咧，咁即係話你未懂得做生意，引流才是最正確嘅方法。喺討論區裏面話俾我聽，究竟你認知嘅引流有幾多種？一齊去探討下。好片記得分享及留言。